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政府邀请到艺人谢金燕来担任到台中购物节的代言人，也毋过有市议员来质疑，讲这个谢金燕的代言费有220万，这个活动拢已经进行1个月啊，拢无看到伊本人，只有一张迄个人形的徛牌。 都参30秒的宣传影片，阁是市长罗秀燕到台北去甲伊做伙翕的。议员来警惕讲，台中市政府的钱哪会这尔啊好赚咧？啊，市政府是来解说讲，谢金燕会伫上界重点的红底戏，伫要抽大奖、要抽厝的时阵，会亲身到场。 燕子，今年台中购物节你有什么想法？燕子，为了台中，这次我拼了。台中市长罗秀燕和姐姐谢金燕相约做伙宣传台中购物节，不过这30秒的广告，互市议员提到议会质询，是安怎台中市举办的活动爱市长到台北来翕，连代言人谢金燕拢无来过台中，活动拢进行1个月过，所干那看到一张人形立牌。 哦，叫人代言，唔捌看过人啦，啊开啊侪钱。议员的生气毋是无道理，伊讲购物节的预算永年干那3000万，今年追加到3亿，干那一位姐姐代言人就开200多万。因为谐音跟谢金燕有关系，所以才找谢金燕，完完全全没有 实质的效果。议员讲，真侪名称是台中人，像金曲奖的得主徐佳莹、魏礼安、魏如萱拢是。那不能说只有代言人一起出来就好了，对啊，我去代言就好了。蛮凯的。连民众嘛感觉钱开了无合理，台中市府解说讲，谢金燕是国际名称有带动人调的经济效益。此次代言人宣传主要以肖像进行，包括全方位媒体广宣、制作数位 banner 露出、输出各式实体宣传品。市府强调，代言费无黑白开，谢金燕的伫上尾啊抽厝的时阵登场，互大家一个惊喜。不过开200多万，请一个自头到尾，敢若会出现几百的名称，民众质疑开安尼钱，敢真正有实质的效应？